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请大家备办心，三角来敬拜上帝。城门啊，着拍开；永远的门啊，着大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？是万军的统帅上主，伊是荣耀的君王。请大家三角来吟圣诗第281首。圣诗281首，上帝即时临在，上帝即时临在，大家同心敬拜，伫主面前虔诚服侍。上帝伫圣殿内，大家恬静礼拜，心肝专一，敬虔跪拜。独一真拜上帝，信靠你免挂碍，学乐你到万代。圣诗第281首，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咱大家三角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伫圣诗头前的第13页，显著咱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
伫本中必然得入来受苦，定是假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各话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兵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搁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大家掀开《启应文》第6篇，《启应文》第6篇伫圣诗后面的第1005页，圣诗后面的1005页，那显着咱做伙来交托上帝的话。《启应文》第6篇，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。因为你是我的引导。我捌对上主讲，你是我的主。只有你是我天父的源头。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。咱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。去对别个生命的人，一定加添痛苦。我毋参与因的献祭。嘛毋敬拜因的心灵。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福杯。你告诉我应得的份量。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。我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。我要称赞甲是我的上主。你是我的先知点我。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。因为我正面我袂动摇。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神快乐。我的肉体也安然自在。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。嘛袂互你忠诚的子民落地深渊。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，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。伫你正面我有永远的快乐。咱三脚仔头来祈祷。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愿要学你，你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主宰。你的话，互世上有光，创造万物。也创造阮人类，伊听阮这个小看的人，互阮管理地上的物。愿感谢你伫阮未出舞台前，就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，佮差派你的圣囝耶稣，伫2000多年前就来到这个世上，为着替赎阮的罪过，受钉死伫十架顶。你伫阮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不时伫阮四围保护阮，成做阮的关带。避难所，你用无比的耐心等待阮会当归顺你。愿感谢你用你无比的疼阮，互阮伫你的疼中间来享受你所赏赐的平安。主啊，求你监察阮逐时逐刻的心思意念，行答所做。阮有因为别人的想法做法甲阮无同，阮就无欢喜，甚至埋怨不平无。若是有，求你赦免阮无听人，求你用你的圣神提醒我，毋通陷落伫罪的捆绑，着行伫你的旨意当中。也求你帮助阮，毋通因为面对外在环境，阮就惊吓，想要我靠阮家己来赢过一切。互阮会记得你才是阮的主宰。靠当阮出声求叫，你就要救阮。主啊，你知现主时阮。西湖教会需要新的牧者来引带。当你呼召牧者的时阵，求你用你的圣神，互阮感动，会当明白你的心意。阮也要求上主你帮助阮的灵命通更新。求你的圣神，甲今仔日无法度来到会中，甲阮同齐敬拜的兄弟同在。也求你帮助今仔日来到阮会中的路传道，会当伫每一摆传讲你的话时，拢通将你所爱。互阮正人知的信息，彻底来传讲，互听着你的信息的人，通明白知影怎样回应你。愿将阮有声无声的恳求摆咧伫你的面前，求你照你的旨意应允。愿咱的同心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。阿门。下面请圣歌队来献诗。
会当他着就分我来地安养，会当他着就分我来地安养。如果会当他着就分我来地安养，如果会当他着就分我来地安养。谁家着就分我，谁家着就分我，谁家着就分我。哈利路亚，阿门尼，哈利路亚，阿门尼，哈利路亚，阿门尼。主耶稣的叫着就分我来地安养，主耶稣的叫着就分我来地安养，主耶稣的叫着就分我来地安养，主耶稣的叫着就分我来地安养。谁家着就分我，谁家着就分我，谁家着就分我。哈利路亚，阿门尼，哈利路亚，阿门尼，哈利路亚，阿门尼。今日咱来恭受上帝的话。今日的圣经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书第14章22节到33节。汉学本伫新约的第21页，台语汉字本伫新约的18页，现代中文译本伫新约的第25页。若显着，我来读。伊随时逼学生上船。大仙过去迄边，听候伊四线证人，四线证人了后，就家己上山祈祷。已经暗，只有伊家己伫遐。迄时船伫海中互影摇带，因为是对头风，暝时四更。耶稣对海面行，就问伊，学生看见伊行伫海面，就生惊，讲。是怪物，因为惊就后叫。耶稣念面甲因讲话，讲安你的心是我，毋免惊。彼得因讲，主啊，果然是你，就命令我行水面就问你。伊讲来，彼得就对船面落去，行水面要就问耶稣，总是看见风就惊，你要沉落去，就后叫讲，主啊！救我！耶稣随时伸手牵你，讲小信的人，啥事要你，因上船，风就惊。船里的人拜伊，讲伊真正是上帝的囝。咱今日邀请罗传道来到咱的会中，罗志强传道，即摆是咱台湾神学院的校务，不好意思。佫有一个所在，甲大家先报告一下，咱的周报的第3页迄个。志强的字不小心打错，这个请传道原谅一下。好，咱下面将咱今日罗传道要讲的题目是主啊救我，咱将以下时间来交互罗传道。每位兄弟姊妹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互咱今日虽然要搁面对疫情，但是会当三甲聚集伫教会做来敬拜上帝。虽然咱知影咱敬拜上帝是用咱的心伫圣神的引带的下面，
互咱会当做伙无论伫啥物所在，迄个所在若有敬拜，就是敬拜的所在，就是圣殿。但是咱嘛知影，伫厝内看电视还是看电脑，安尼敬拜嘛是有限。当咱会当做伙伫教会和兄弟姊妹做伙敬拜的时，迄个感觉真无共款。所以咱嘛是大家感谢上帝，互伊赏赐互咱的恩典，互咱今日会当做伙组织，做伙聚会。分享的大声，咱先搁一摆来感谢上帝，咱做伙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今日会当伫生活教会做伙来敬拜你。求圣神引带阮，陪伴阮的心，互阮会当晓悟主你的话语，互你的话语会当搁一摆来感动阮，阮会当学习怎样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互阮会当继续勇敢来跟对你。虽然环境有时互阮真惊，但是阮知影有圣神的引带下面，阮会有够额的信心，会当面对这个世间。这个信心是要互阮会当继续倚靠主耶稣基督的信心。感谢主，阮安尼祈祷，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门。我毋知 PPT 敢会看着。我是罗志强团队，目前是伫台湾圣医医务部咧服侍。2019年对圣医毕业，毕业以后，校长就叫我来当留伫圣医帮助遮的圣学生，因咧读圣医咧备班，咧准备服侍的过程的中间，其实心内面对足侪款的代志，毋是讲读册压力尔，生命、信仰的一寡问题嘛是来解决。所以校长就讲，希望讲学校有一个较少年的，嘛是对圣医毕业，会当了解新学生的状况，安尼陪伴牧养因。所以我迄阵就讲好，我就留伫圣医。旧年受派到伫圣医。所以拄开始2019年是算讲是伫学校帮站圣医。伫旧年迄阵真正受派。即摆是即层中会的团队师。因为机构的团队嘛是大有一个教会，所以我受派到伫双人教会，目前伫双人教会聚会，嘛是参与伫因的服侍。最主要是伫因的英文的礼拜，咧分享讲道，甲带查经班。我先分享我家己成长的过程，因为可能含真侪人无共款。我伫台北马偕病出世，但是还未到1岁，是1977年。我爸爸妈妈就带我和我的姐姐离开台湾，移民到伫美国。我伫美国的加州大汉。大学甲研究所是读心理学。伫美国的时有真稳定的工作，教会嘛是有真侪服侍，有娶某生2个囡仔。会当讲，我迄阵是活出所讲的美国梦。但是伫2010年，当我参加泰国宣教的事工的时，上帝互我有一深的感动。迄个感动叫我转来我所出世的所在，就是咱的台湾。所以有即个感动以后，对泰国转去到美国，我和我的太太和阮教会的小组祈祷差不多1冬。伫迄个祈祷的过程中间，嘛是一直咧讨论讲，上帝敢是真正要按阮对美国搬转来台湾？我的太太伫台北大汉。最后，小组教会的牧师嘛是同意，讲恁先等于2年看卖咧。所以是2011年的7月，我就带迄阵7岁的后生、4岁的查某囝，4个人对美国转来到台湾。我嘛是真正感觉讲这有上帝真正有趣味啊！因为1977年是4个人，我爸爸妈妈，我和我姐姐对台湾到伫美国。2011年嘛是4个人对美国转来到台湾。伫这11年的旅程，真正是咧见证上帝极大的恩典。9年前生第3个囝。我太太的爸母7年前信主受洗。我嘛是有机会等我爸爸的故乡嘉义，伫嘉义基督教病院伫遐服侍。
啊嘛是当学习我的家族伫家己甲台湾基督教教会的贡献。最后会当伫家己，因为受到一个长老的感动，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决定讲要读圣医，成做一个传道者。这一切拢是咧，互我对上帝有较侪的认捌，嘛是咧考验我的信心。所以我咧分享我的见证的是，毋是我家己个人的见证，因为我自细汉伫教会大汉，我的见证嘛是教会的见证。啊，咱知影教会是耶稣的身体，这嘛是耶稣基督的见证。所以咱每一个基督徒，若有圣神的感动，若有圣神的引带，会当服侍主，这的见证是教会的见证，是耶稣基督的见证，是咧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咱若看今日的经文，伫马太福音14章。真正是耶稣互5000个查甫人用5块饼、2尾鱼食饱，这个故事咱真熟。但是耶稣是安怎样到伫旷野？是安怎要伫旷野迄个所在？其实耶稣去旷野迄个所在，因为头前伊听着讲，惊洗的约翰互希律王杀死，耶稣就知影讲伊的时间还未到。咱常常伫福音书看到耶稣的时间还未到，这个时间是顶十字架的时间，所以耶稣去旷野，要找一个安静的所在，去和上帝有智慧、有祈祷。但是人真放弃，啊，这个耶稣是几罪？伊是一个老师，一个先知，还是一个律理，还是啥物？所以这个人真放弃，就到旷野要找耶稣，因为过去有听着耶稣的教示，过去嘛是有看着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因着跟对耶稣。但是耶稣本来的目的是要找一个安静的所在。其实希律王伫马太福音14章，伊认为讲耶稣是行洗礼约翰4个月，所以伫福音书咱常常看见人对耶稣毋是讲足了解。咱即摆的基督徒知影讲耶稣是上帝的囝，上帝差遣耶稣来到世间顶十字架4个月，互咱会当得着救。但是迄当阵，人有看到耶稣所做的，有看到耶稣所讲的、所教示的，但是伊毋知影讲耶稣是几罪。因可能想讲耶稣一个是老师，一个先知，希律王认为讲耶稣是行洗约翰已经杀死啊。对世人中搁活，第13章的中间，咱看见耶稣转去到伊的故乡，故乡的人讲：啊，这是玛利亚的囝尔，这个人会当做啥？所以圣经有记载讲，耶稣转去到伊的故乡，其实会当做啥物？因为遐个人毋信，无相信讲伊有即款的力量，即款的气力。所以信心对咱的信仰是真重要、真重要的代志。所以咱今日的经文14章最落尾，看着遐个文道讲，你真正是上帝的囝。这是今日14章的目标，互咱知影讲耶稣是几罪，伊毋是惊洗约翰对4个月，伊嘛是毋是讲玛利亚后生呢，伊是上帝的囝。啊，这整个的过程，互咱看着讲伊和彼得的对话，伊和彼得的互动，互咱会当看见讲伊真正是上帝的囝。这段经文，彼得其他的学生看着耶稣行过，对海面安尼行过，因真惊。但是耶稣甲因讲：你毋免惊。彼得讲：你若真正是耶稣，你叫我对水安尼海面行真滚你。耶稣讲：啊，你就来啊！彼得就水船安尼落去。要行伫水面，真近耶稣，总是安怎看见风就开始惊，要沉落去，后求讲主啊救我，然后耶稣随时伸手牵伊讲，小心的人，啥事了伊。所以常常咱若看到这段经文，过去若听到牧师还是其他的兄弟姊妹分享这段经文，咱常常会甲焦点放伫彼得的小息，啊，彼得真正有信心的问题，
因为耶稣嘛是对伊讲，你小信的人啊，啥事饶伊。但是咱若看着即段经文，咱若讲学习讲，咱大有对看着彼得的小信，咱莫含彼得共款，咱大有较侪信心。歹势，咱明仔载面对家庭、面对工作、面对即个世间，就发现讲，其实咱亲像彼得共款，是一个小信的人。所以相信咱若听到即个经文会讲到是分享即个信息的人讲，啊，你大有较侪信心，莫含彼得共款。彼得是看着环境，咱莫含彼得共款，但是歹势，咱一般的人、一般的基督徒。含彼得共款，咱看着环境，有时嘛是会惊；看着即个世间真侪代志，看着家庭的问题，嘛是会惊。咱相信看着危险，嘛是会惊。所以咱今日的重点若讲，咱莫含彼得共款，咱才有较侪信心。有时咱其实伫讲是，咱要爱有较侪的自信。但是即款的信心，毋是耶稣基督要爱的信心。咱若记得讲求上帝，互我有较侪信心，意思是讲，互我有自信，互我知影我会当我靠家己，我有法度，我看着环境，我有法度用我家己的方法，我家己的智慧，我家己的聪明来面对所有一切的问题。但是这毋是耶稣要爱的信心，耶稣要爱的信心是互咱会当相信伊，我靠伊，因为要相信耶稣基督，要相信上帝，要相信圣经的话语，这拢需要信心。所以这款的信心，毋是讲对家己有较侪自信，讲我会当我靠家己，我有法度解决家己的问题。若是咧讲我有信心会当我靠耶稣基督，互耶稣来解决我的问题。所以咱先甲这段经文放伫边仔，咱先来看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先来讨论耶稣基督的恩典。较等来看对恩典的角度，等来看这段经文，咱就知影讲这段经文是咧讲咱大家有较侪信心，大家我靠家己安尼尔。其实咱含彼得共款，咱想要跟对耶稣，但是常常感觉讲跟对耶稣的过程中间会滑倒，有时嘛是会怀疑，有时嘛是会感觉讲啊，我拢一直咧祈祷，拢一直咧教会聚会，我拢一直咧服侍。啊，上帝伫倒位？所以这款的信心，毋是讲对家己有较侪信心，咱是要讲对耶稣基督有较侪信心。所以咱看另外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可能嘛是作识，伫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，这是主耶稣对保罗咧讲，伊也是耶稣甲我保罗讲，有我的恩，你就到遐。因为我的快乐是伫人的软弱来听。耶稣讲耶稣的快乐是伫人的软弱来听，毋是人勇敢的事，是人的软弱来听。所以我真欢喜，较爱夸口我遮的软弱，互基督的快乐带伫我。所以最后壁是保罗咧回应耶稣所咧讲的。耶稣讲我的恩典有够额你用，保罗讲，所以我真欢喜。较爱夸口我遮的软弱，互基督的快乐带伫我。第10节讲，所以我为着基督，掠遮的软弱、遮的欠缺、遮的困着、困迫，最欢喜。因为我软弱的时，反倒当有快乐。其实咱知影保罗受呼召要传福音，但是传福音的过程的中间，真正无简单。保罗常常面对生甲死的危险。有犹太人看着伊在传福音，感觉伊所传的含因犹太教无共款，因为要甲伊杀死。像咱看着彼得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的中间，毋是讲所有的人拢相信，虽然有人相信，可是嘛是有时人讲伊讲假、黑白讲，甚至伫哥林多后书，咱看着有人怀疑讲伊敢是真正受呼召，敢是真正的使徒。毋过伊毋是真正的使徒，伊含因所认为的使徒无共款。伊袂晓讲话，感觉伊真软弱，伊嘛是无做因所看的遐侪其他人的亲像遐的信者，所以保罗咧面对遮个代志真惊吓，但是
有信心，毋是对家己有信心，对耶稣有信心。咱嘛知影，伫即个经文的内面，看着保罗讲有刺伫伊身上，即个刺可能伊会破病，还是讲伊身躯有啥物软弱。伊讲遮一切拢是因公，要因公上帝。所以主伫伊所面对即款的传福音、回应呼召，面对遮个困难的事，讲我的稳定有够你用。因为伫人的软弱的内面，主的稳定会当完成，会当来证。所以保罗讲，我真欢喜，较爱夸口，我遮的软弱，毋是夸口我偌高，而是夸口我传福音偌侪人信主。伊要夸口伊的软弱，互主的稳定会当完成伫伊的身上，互主的稳定会当互人看着讲，伊的力量是对主耶稣来的。伊的见证毋是见证家己，是咧见证耶稣基督。所以稳定即个字，伫希腊文是 charis， 英文是 grace。即个 charis 希腊文稳定即个字有真侪意思，上帝信息甲爱的表现，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慈爱。所以咱常常讲，若有上帝祝福咱，这是上帝的稳定。那讲若上帝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也是无快乐的人，这嘛是上帝的稳定。其实咱每一工会当起床，这嘛是上帝的稳定。较早讲，特别伫疫情这个期间，咱会当伫教会和兄弟姊妹做伙敬拜、做伙聚会，这嘛是稳定。但是咱知影，基督徒讲稳定的事，毋是咧讲上帝祝福咱安尼尔，毋是讲咱的生命顺遂，这是稳定的。但是耶稣基督的稳定，上帝透过耶稣，是互咱会当透过耶稣的死搁活得入去，这是重点，这是主耶稣的稳定。上帝差遣耶稣来到世间，成做人，钉伫十字架，互伊的宝血会当洗清咱的身躯、咱的罪，互咱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，互咱会当仰望上帝国。所以咱来讲，咱袂当倚靠家己。稳定的意思是咱大家倚靠上帝。若对人的角度，这世间的价值观，其实咱倚靠家己袂当做真侪代志。我倚靠家己会当伫一个公司赚足侪钱，我倚靠家己嘛是会当有结婚生囡仔有家庭，我倚靠家己伫这个世间会当做真侪代志。但是基督徒的成功毋是藏伫这个世间，基督徒的仰望的成功是讲咱有一日，咱生命伫这个世间过去了后，会当和上帝做伙伫上帝国的内面，咱是上帝国的子民。所以咱的仰望毋是这个世间，咱的仰望是以后，咱离开这个世间以后，和上帝做伙迄个仰望。咱知影，因为人有罪。这个罪意思是讲毋捌上帝，也是和上帝无关系。咱唯一会当倚靠的，就是耶稣的保护。透过耶稣，互咱会当和上帝和好。上简单讲的，耶稣基督的稳定伫咱的生命的中间，是互咱和上帝有关系。咱会当恢复咱和上帝的关系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稳定。所以，上帝稳定显现伫耶稣基督的身上。耶稣所完成的代志，伊的爱、伊的医治、拯救，伊家己本身就是稳定。耶稣基督就是稳定。所以，当耶稣对保罗讲：“有我的稳定，你就够额，因为我的快乐是伫人的软弱来成。”伊咧表达讲，除了耶稣的稳定以外，保罗无需要别项。保罗咧传福音的过程的中间，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稳定。保罗所仰望的，伊所传福音的内容，是耶稣基督的稳定。咱袂当倚靠家己得救，咱袂当倚靠家己和上帝和好，咱袂当倚靠家己和上帝有关系。所以咱大家真清楚知影讲，倚靠家己嘛是会当活伫这个世间活得足好。但是咱基督徒相信的讲，咱的生命毋是
放伫即个世间尔，咱是咧仰望以后和上帝做伙伫天国即个关系。所以咱已经讨论稳定啦，咱转来到咱今日的经文，咱先看是讲，遮个学生啥物时阵开始惊？因咱有看到今日这段经文，耶稣逼学生就船，然后大声过去迄边，听候伊四散正人，然后耶稣就山祈祷，因伊本来的目的是要找一个所在，和上帝做伙，找一个安静的所在。但个遐5000人是安怎来尊敬耶稣？是因为因看到耶稣所做的代志，拢一直要讲耶稣，你互我啥物？你互我啥物？医治我的病，食饱了可能若讲明仔载嘛是来互我早顿食。但是耶稣无爱安尼，伊讲我的时间还未到，伊就逼学生就船，伊就过去山顶，做一个安静的所在祈祷，家己祈祷。所以迄时阵伫海中呼应摇出，因为是对头风。但是迄阵经文无讲学生惊，毋是啊，因为是掠去的。因其实对伫海中安尼坐船有足侪经验。呼应摇出有风，即款的危险，这是因已经习惯的代志啊。因为当因家己的智慧、家己的经验有想法。会当解决即个问题，因有经验嘛。但是因开始惊的是耶稣就近因的事。所以其实兄弟姊妹，咱相信伫咱的信仰的内面，因为相信耶稣基督，耶稣嘛是会调整咱。伫咱面对教会的生活、教会的服侍，讲真正大家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。大家仰望讲，咱即个生命毋是为着即个世间尔，有时嘛是会惊吓。即个惊吓是因为耶稣会调整咱，因为即个信心毋是讲我明仔载互你看见所有的有关即个信仰的代志，互你看得真清楚无啊？咱常常祈祷是一个看袂到的上帝祈祷，所以咱的信仰内面嘛是足侪调整。咱嘛是看迄耶稣尊敬遐学生的时阵惊吓就来啊！迄个惊吓毋是讲学生看到遐个风惊，是因为看到信仰、信心的调整来啊！啊，对彼得来讲，伊即摆面对迄个惊吓，因为伊讲，若是耶稣，我有信心，我要行去耶稣遐，但是行的过程中间，伊就发现讲，伊无法度。所以咱继续看，所以咱伫信仰的内面有时嘛是有惊吓。这惊吓，因为是耶稣要咱面对咱家己软弱的所在，面对甚至咱家己黑暗的所在，互咱会当悔改，互咱会当知影讲，真做上帝的囝儿是安怎样。所以彼得应讲：主啊，个人是你，就命令我行伫水面就近你。耶稣讲：你要来，你就来啊！啊，彼得真勇敢，对船落去，行伫水面就近耶稣，当时。看着风，就惊，你要沉落去，后就讲主啊救我。所以主啊救我是今日的讲道，今日经文的重点。因为咱伫即段经文，啥物所在，较早讨论讲主耶稣的稳定吼。咱伫即段经文，啥物时阵看着稳定？是彼得勇敢落船要行去耶稣遐，啊是当彼得看见环境。看去风开始惊的时，发现讲伊要行去耶稣做袂到，伊就后叫讲：主啊救我！耶稣随时伸手牵伊，伸手牵伊，咱就看耶稣的稳定；伸手牵伊，咱就看到耶稣的拯救。所以彼得若当成功，充满了信心，莫看环境，行去耶稣遐。咱就袂看到耶稣的拯救，咱就袂看到耶稣的稳定，咱看到啥物？彼得。所以因等于到船遐33节，船里的人拜伊，毋是拜彼得哦，伊是拜耶稣，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。所以我大开始讲，其实足侪人拢咧讲，即个耶稣，伊行遮侪新约，伊到底是啥物人？伊敢是一个先知尔？
伊敢是以利亚，伊敢是行说约翰对4个我，耶稣是一罪。但是因为看起耶稣的恩典，看起耶稣的拯救，因就知影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。所以彼得迄阵会当家己先讲，我靠家己有自信、有信心，讲我会当行去耶稣遐。因等到存年的时，遐个学生就讲啊，彼得真厉害。咱大家和彼得同款，有彼得的信心。因根本毋是咧看着耶稣，因是咧看着彼得。但是因为彼得袂当，无法度，遐个学生嘛讲，咱嘛是和彼得同款，咱嘛无法度啊。但是看你彼得愿意谦卑讲，主啊救我的时，耶稣随时伸手牵伊，拯救伊。伫迄阵，耶稣的恩典临到彼得的身上，因就甲焦点放伫耶稣，即个拯救彼得的耶稣，因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主啊救我这4个字，是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咱整个生活教会大家学习一句话。咱伫祈祷的过程的中间，毋是咧讲主啊，互我有较侪信心安尼尔。因为常常讲，咱大家有较侪信心，是讲我要有自信，我无爱烦恼啊。但是耶稣我较早有讲，耶稣要爱的信心，对耶稣有信心，毋是对咱家己有信心。耶稣要爱咱讲，我无法度，主啊救我，亲像保罗咧传福音嘛无法度，主甲保罗讲，我的恩典有够压你的。彼得面对伊家己的信心，嘛是会软弱，伊就爱我靠主耶稣。伊讲我无法度啊，主啊救我！互遐个学生看着，毋是彼得的成功，是耶稣的恩典甲拯救。所以，当咱基督徒面对咱的生命，面对困难，当教会面对真侪会挑战的事，咱祈祷的是讲，主啊求你互阮有信心。咱大家知影，这个信心是互咱会当挖过耶稣的信心，毋是挖过家己。咱咧祈祷的过程的中间，嘛是大家学习谦卑讲，主啊救我，我真正无法度，生活教会无法度，若无耶稣的恩典、耶稣的拯救，咱无法度继续向前行。但是因为有耶稣的拯救、耶稣的恩典，咱有法度看着明仔载，看着明年，看着5年、10年以后的教会，互咱的教会。的见证，毋是咧见证即个人偌高，也是教会偌高，是咧见证耶稣偌高，是咧见证耶稣的恩典。所以我较早讲的，10年前对美国等到台湾，即整个的旅程，毋是咧见证我家己。其实伫学校、伫台神，若看我咧服侍的人，拢知影讲，啊，我真正真软弱啊。咧服侍、咧帮助遮学生，常常面对我家己的有限。常常咧想讲啊，我敢学习，啊，我感觉适合伫啥物伫遮学习，我敢适合伫啥因诚做学生的团队，我敢适合诚做一个牧者。其实我常常和同工分享讲啊，我真正有时感觉讲我无够格，我感我无资格做啥校牧。所以我的见证，我相信伫台前遐个学生、遐个老师、遐个同工，我相信我所见证的是耶稣基督，因知影我会当留伫遐，是耶稣的恩典。对美国转来到台湾，面对足侪代志，上重的是华语啊，因转来迄阵完全袂晓讲，因一岁就去到美国啊。台语虽然伫美国是台湾人教会聚会，爸爸妈妈拢是讲台语啊。爸爸较早讲是嘉义人，妈妈是台南人，所以到伫美国讲啊，会当讲台语啊，所以真欢喜讲台语。但华语是细汉完全袂晓讲的语言，所以有语言的代志、文化，来适应新的文化嘛是无简单的。所以这一切，我每一摆有机会讲我来见证，讲这毋是讲我老了，我是一个小信的人，但是我常常伫祈祷的过程讲。主啊救我，因为我知影这是你的呼召，但是我做袂到。我亲像彼得共款，即要停落去。但是耶稣过一摆，我讲我的恩典到甲你哦，
你咧见证我耶稣基督，而且见证你家己。所以愿上帝当继续祝福生活教会，互咱咧找牧师的过程中间嘛是会当祈祷讲主啊救我，因为阮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，互人会当看讲，那教会一个新的牧师的时，是咧见证耶稣的恩典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主你的恩典，互阮会当透过今日这段经文，毋是看着讲阮大家有较侪信心，乃是看着阮大家对耶稣基督有较侪信心。因为常常阮求上帝，互阮有较侪信心的时，阮是咧希望讲家己有较侪自信。但主透过今日的经文，你提醒阮，阮大家倚靠你，毋是倚靠家己。阮大家相信你是阮的拯救，你是阮的恩典，你是阮的主。所以感谢主，你搁一摆，互阮有即款的学习，互生活教会会当成做一个见证耶稣基督的教会。这个见证是互阮会当看见耶稣你的恩典存在伫阮的中间。感谢主，阿罗你，我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。阿门。下面咱三甲来吟圣诗第146首，圣诗146首，救主出声叫我，救主出声叫我，软弱的人群我，大家好打进前，直到救主面前。我靠主恩典罪过得赦免，我大福气甲欢喜是靠救主名字。圣诗第146首，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Oh
奉献，咱请民兵执事甲义节执事来书献。咱再回来唱奉献的诗歌。请坐。下面我来报告，请大家先开周报。报告事项第一项，咱今日感谢罗团队来讲道原著适合伊所做的工。咱7月17日下主日咱讲道是徐雅茹传道，讲道的题目是加倍感动我，经文是《列王记下卷》第2章第50到12节。第三项，咱拜五暗时的7点半的查经祈祷会，咱所要查考的经文是《箴言》21章，邀请兄弟三甲来参加，为来关心代祷。第四项，咱这星中会伫7月18日上午的10点，要伫中山长老教会召开第71届第3次的议会。第五项，咱对6月份开始义务牧者的期间，咱感谢兄弟来共同参与服侍，互教会的礼拜甲事工拢会当顺利。有兄弟提出对教会真好的意见，中即会伫评估甲考量伫合理的前提，咱来做上好的处理，互圣神来引带咱行。第六项，咱新一季7月到9月份的新眼光读经手册已经放伫报告栏的下骹，咱来请兄弟来家己来摕。教界消息，咱请大家家己来看。咱主的活动，主日咱的礼拜伫上午的10点，咱圣歌队的练唱伫主日上午的8点45分。咱的礼拜五有暗时的7点半有查经祈祷会，咱喜乐团体咱目前是无定期的聚会。咱来看本周的圣工的事项，司琴是谢文杰，领唱是吴信兄，歹势。书献是民兵执事加义节执事，交代是谢宗济加尤来兄，插花是江老师，清扫是林义长老。咱下周的讲道是徐雅茹传道，书会是秋妹执事，诗琴是蔡玉珍姐妹，领唱是牛长老，书献是民兵执事甲我本人，交代是文良兄甲宪宗兄，插花是牛长老，清扫是玉兰姐。咱来看咱顶周的奉献甲人数的统计吼，若有出入的情形，咱较往咱的会计，也是往咱的出入来提出见证。咱即摆来看咱本周的金句，咱本周的金句伫马太福音书第14章29页，第29节到30节吼。我等下用台语和日本来读一摆，咱大家三甲用台语和日本读2摆，用华语来读一摆。伊讲来，彼得就对船里落去，行水面要就近耶稣，总是看见风就惊，伊要沉落去，就后叫讲主啊救我，请。伊讲来，彼得就对船里落去，行水面要就近耶稣，总是看见风就惊，
你要停落去，就后叫讲主啊，救我。伊讲来，伊就一对船儿落去，行水面要就近耶稣，总是看见风就惊。你要停落去，就后叫讲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说：“你来吧。”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见风渐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马太福音第14章29到30节。下面咱大家互相来请安，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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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。下面咱来唱迄个回应的咱来吟圣诗第386首。天的万邦万国万民，天的万邦万国万民，敬拜上帝，父子圣神，而乐三位一体上帝，尊名流传直到万世。阿们。圣诗第386首，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咱吟诗线啊，请团队有缘作答。心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垂听阮，互阮会当成做这世间的祝福，互阮会当继续传福音，互阮会当继续活伫你的恩典的中间。也愿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的疼痛、圣性的引带甲感动，甲兄姊妹三甲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